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演员，我叫方亚芬。今天我们受贵阳方舟戏台的邀请，来到了这个美丽而雕梁画栋的，而且是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一个带有古典性的一个戏台。我是这个团的团长，所以说看到在贵阳有那么多的戏迷朋友，也是非常的高兴。所以说我们有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要把我们的越剧推广到贵阳，甚至要推到更远的地方。大家对我熟悉，可能对我最熟悉的可能是《西厢记》，很多人看过《西厢记》，但很多人尽管没有看过，但是他们非常想看。今天我给大家在这儿演唱一段。莫不是不要得宝鸡陵路，莫是君不得莫北叮咚。我就唱两句，给大家过把瘾啊。这个戏呢，是我可以说从艺以来我最喜欢的，也是我演过场次比较多的，而且也是袁雪峰老师亲授的一个大戏。我觉得我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直在演，而且观众的反响一直都非常的强烈。我们已经拍成了戏曲电影，到时候也请观众们能够到戏院看戏，也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作品带到贵阳，带到贵州。严格的说，我不是第一次，应该说第二次到贵州，是第一次到贵阳。现在方舟戏台名气很响啊，听说有一句话说：“你现在出名了吗？你到方舟戏台去演过吗？要是没演过，就不算出名的。”是不是有这句话？但是确实。方舟戏台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也是适合我们戏曲走进来的一个集建筑与美学与戏曲有一体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剧场。就是坚守与坚持，还有我觉得走进方舟戏台，首先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戏曲的一个氛围，更让我看到的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因为他们的建筑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整个建筑是没有一个钉子，而且每个建筑的雕刻都是匠人们手工的，而且它在很多画上面都是建筑完了以后现场画上去的。这一进来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到了一个小故宫啊？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的老先生们一直跟我讲，做人要用心，做戏也要用心。我们说禅学当中有一个字叫悟，悟就是我旁边是一个竖心旁，就是一个悟。做人做事学习任何东西，我们都要去悟，有感悟，才会有更深的理解，才能把任何的事情做得更好。从我学习开始，我一直非常喜欢《西厢记》，这可能是我从第一个学原派开始，因为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也没学过原派，是《西厢记》这段情心把我带进了原派的门，所以说我一直非常钟爱《西厢记》，也喜欢《西厢记》。我觉得用一句老先生说的话，要学好戏，首先要学做人。我们在做传承人的时候，首先要懂得感恩，懂得孝，有一份孝心。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面再光彩亮丽，但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做不好人，我觉得这样的演员他并不是个好演员，只是一个我们旧社会说的在台上会开口唱的这么一个人。
次我们带了6天的戏，我呢是最后的半个小时。曾经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久一点，可以跟我们的戏迷朋友可以更互动更多一点，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我也跟大家跟方舟戏台提出过，将来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台纯讲座的，与戏迷朋友爱好者们能够互相互动起来的那么一个既能够提高他们的演唱水平，又能够让他们在演讲当中、讲座当中学到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让我们的戏曲能够在观众当中不仅仅他们只会学，而且要懂得我们戏曲的发展史、演唱特点。只要贵州的戏迷朋友们需要我责无旁贷。我爱戏迷朋友，我相信戏迷朋友也很爱我。我是真正的从心底里面感谢方舟戏台，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再次走进方舟戏台，为大家服务。